这个是5月第一个星期，差不多开学了。大家，现在是5月6号，然后我已经上完网课了。昨天5月5号也是我上网课，但是我上传了一个 video 啦，然后就已经是没有去哪里了。就我现在就是要温习功课了。然后现在已经是差不多晚上了，明天我还要继续我的行程，所以就这样的一天就满满的结束了，蛮快的。是早上的10点，然后现在我在听歌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到？天气好好哦，今天是5月7号。着我逃跑，你先长出